多謝主席。政府處理災情嘅反應迅速，社會各界全力支援，協助災民重回日常生活軌道。對比洛杉磯大火嘅情況，香港做得唔錯。尤其喺入境處即時落區幫災民處理身份證，令到成個支援行動更加順暢，係值得讚。但係個個災民嘅情況有別，需要亦都唔同，過渡嘅時間亦都可能有好大嘅差異嘅。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建立數據庫，使唔同嘅部門同埋機構可以更加精準咁對接支援，以至追蹤同評估相關行動嘅成果同埋效益。另一方面我亦都留意到坊間有唔少嘅消費災情嘅言論同埋信息，唔理背後係咩人有咩目的，我希望政府能夠保持警惕。針對安置安排，我亦都覺得有啲言論同埋訴求係消費緊市民嘅同情心同埋愛心。我認為政府必須盡力協助災民重建家園，但咁絕對唔等於支持政府代表市民用公帑去賠償災民。喺盡力協助而唔係賠償嘅原則底下我希望政府能夠以協助災民盡快有返一個長遠居所為大前提，提供唔同嘅選擇俾有唔同需要嘅家庭，不論置換現成資助自置居所、重構興建中嘅居屋、入住公屋、收購業權等啲災民變現買私樓，都係可取嘅選項。點樣定價或者定呢個置換比例呢？當然需要從長計議，但亦唔會花好長嘅時間。不過原址重建就完全係另外一回事。坊間有人淨係去計拆樓起樓嘅時間，再加埋以為特事特辦4個字就等於可以將乜嘢法規都唔理。香港始終係法治之區，保護私有產權係極之重要嘅社會共識同埋原則，而釐清災後物業嘅產權唔係話咁易，短時間內順利收得晒100%業權嘅機會係近乎零，長時間都未必搞得掂。如果收唔齊，政府始終都要引用法例強制收回剩低嘅業權，而觸動到法定賠償嘅機制。乜嘢係特殊嘅一次性安排？合情、合法、合理以外，點樣可以做到合度？政府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分析。樓宇維修同物業管理嘅改革牽涉千絲萬縷嘅問題，有唔少嘅問題雖然喺去屆立法會討論相關法案同政策嘅時候都有討論過。聽完幾位司局長今日嘅發言，我好高興政府唔係固執咁守住以前嘅共識，而係就住新嘅環境重新再揾一個平衡點。喺政府全速檢討之前，我想分享幾點嘅睇法。第一，圍標嘅問題必須加大力度處理，但千祈唔好將圍標同火災混為一談，否則好容易令到分析失焦。本身咁複雜嘅事應該獨立成章咁去檢討，包括競爭條例同防止賄賂條例嘅一系列法例同執行上面嘅問題。第二，面對大維修嘅複雜性，的確有唔少小業主需要幫忙，檢討相關法例法規，加強監管同懲處，加強專業人士嘅責任，同有系統咁督促佢哋自我完善，優化既有嘅平台，加強對業主嘅支援都係應該做嘅。但係政府絕對唔應該過度介入，令到小業主覺得佢哋唔需要負任何責任，又或者冇咗決定權。而過度直接介入，亦會大幅削弱香港本身依靠註冊制度同專業認可制度嘅特性。今日發展局局長提出嘅一啲方向，我認為係正面嘅，值得深入探討。第三，大維修嘅費用對小業主嚟講係負擔，任何加長疊屋引致成本上升嘅監管，只會令更多小業主抗拒維修嘅責任，更難處理樓宇老化嘅問題，而危害到公眾安全。我建議政府應該加大力度喺樓宇日常管理同維修工程範圍推動科技應用，一方面減少小業主因為資訊不對等而被欺騙揸取嘅機會，二來亦可以壓縮執行費用，有效控制成本。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政府提出嘅議案。